新北市警察局沙定部分局有一个姓洪的警察，伫2年前，伊甲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当作是通缉犯，要甲抓的时有甲人拍着伤。检方先认定讲双方拢有毋对，所以2个人拢互起诉。因若新北的地方法院即马一审宣判，只有警察有罪，互判5个月有期徒刑。这个姓黄的查甫人无罪。被打成重伤的被害人，竟然还要被违法滥权的警察提告伤害，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污点。感谢法官明事理，佮查清楚，否则互警察拍甲重伤的查甫人会当判无罪。姓黄的查甫人伫委任律师、公民团体陪同之下开记者会，大骂警察违法逮捕。谢谢支援西门地院法官能够还黄先生一个清白，能够判决他被认定在这个违法逮捕过程中抵抗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伤害罪，是无罪的。伫2年前，姓黄的查甫人互沙定部分局姓洪的警察准是通缉犯，要甲抓起来。姓黄的查甫人背称反抗，双方是发生冲突佮相拍，结果拢派官司。地方法院伫审理的期间，姓洪的警察表示愿意赔30万来和解，方拒绝。公民团体认为专案就是警察暴力做伙家庭。远警的教育训练不足，远警在他们所有的执勤规范里面都有明确的规范，在哪个状况下该用什么样的规范，或者这个规范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应该予修正？我们认为这部分是有问题的。我的立场就尊重司法的一个判决。会不会再讨论一下，说有关说是不是要再上诉？这个是当事人他自行的一个决定，分局就没有再过问。新北地方法院2个一审宣判，姓洪的警察洪照违反毒质罪内面的伤害罪，判5个月，强制罪部分是拘役10天，会当用罚金来代刑。姓黄的查甫人是无罪，对这沙定部分局回应讲，尊重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